说起屏东万峦，应该很多人跟我一样，第一直觉想到的都是竹蛹。不过万峦不止竹蛹而已哦。6堆客家聚落当中，万峦属于先锋堆，也孕育许多历史故事。知名的九水就是被完整保留的客家聚落。而今天的第一站，我跟小爱就要深入九水，来一趟小文青的知性旅行。你好啊！你好。你好。听说九水有投篮嘛？有啊，那我就带你们去认识爱的九水的历史故事。屏东的艳阳点燃我跟小爱的热情，还有探索九水的好奇心。跟着亲切的导览员大哥，我们要开始认识九水的历史故事。那你知道为什么五沟水这里需要池塘吗？不知道。因为我们五沟水啊是一个客家庄，那是大武山，对不对？在山脚下啊，那边有住天主教徒，然后那边有平埔族，在过去有闽南人，所以我们这边的客家人啊就被包住了。那被包住的时候，大家要怎样才不会被别人欺负？聚集在一起。对，所以就要有一个祠堂，然后有一个祠堂之后啊，每年就要一起来这边拜拜，纪念祖先，然后也不会忘记自己是哪一个家族的。这样子大家才会更团结啊！听完刘氏宗祠的故事，导览员说，社区里还有一座客家聚落中的重要建筑，一定要好好认识它。那我们现在到的这个地方啊，就是半月池，它是我们6堆客家聚落里面很重要的一种建筑。品学哥哥，为什么这个池要做成半月形的啊？这问题问得好。那我们看这半月池的形状啊，它就是这样半圆的往外弯。它在大雨来的时候，因为它形状就会往那个地方冲刷过去，所以你看那边都会很低。那边以前是田 Q， 那雨水冲到农田里面，农田就变得更肥沃。那同时雨水都到它该去的地方的时候，建筑的地方就会住人的地方就变得很安全。没想到借着一片池塘，也可以了解前人的智慧，还有当年九岁的历史故事，这让我跟小爱收获满满。小爱，九岁有很多的文化古迹耶，也有好多的特色建筑。我们邀请大家一起来听一听九岁的历史故事。